台中恢复经过半年的展览期，今仔日正式来闭幕。本地预估有800万参观的人次，但是到最后只有720万人。市议员讲，都是卢秀燕市长推出的台中市民免费参观的政策，还恢复了将近13亿。安尼算算咧，平均每一个市民付债将近500块，比一张恢复的门票350块还阁较侪。但是市政府认为，了钱的原因毋是干那免费票的问题尔。台中恢复开幕133天，伫今日结束，交通部长林佳龙再去以前市长的身份来致辞。我们期待花博经验，也除了令世界惊艳以外，也可以为台中留下很多有形无形的建设。恢复展览期间有真侪争议，本来估计有800万人次，最后干那720几万。市议员伫批评讲，市长卢秀燕推出的台中市民免费参观的政策，还恢复了12亿3000几万。甲算算的每一个台中市民要赔将近500块，比恢复门票350还阁较贵。在2月底的财务报表上，算是收入跟支出的差短数。我们的很多合约都是签到6月底啊。纪念品的贩售这些东西那厂商航模合约规定，不是我们今天闭幕的，它就不能卖，它还是可以卖。它的收支结果要经过会计师签证。2019年台北恢复，市政府开130亿，虽然门票收入干那10亿，也不过市政府宣称讲观光效益有140亿。即马台中恢复，小面了13亿。边仔效益有偌济，要伫算。立营议员顶下讲免钱的上贵，那样回呛讲是真条浪费钱。恢复未前结束，议会因为哪力的议员伫烧麦充满火药味。